你头前咧讲过年嘛？头前咧讲过年，无问题。啊，你要去读一届。我读到迄个有哪有第四段是毋是互你读？好，第四段。我摕过一个，我拄上来。群组有，你会使去群组找。迄是第几篇啊？群组有打出来的，会一张一张，会安尼较好找。我有纸本，只是我拄。即摆咧第9篇，阮咧读第9篇，你拄也无听到迄款。我找着。最后一段对无？嘿，是，即摆阮要读最后一段。讲嘛奇怪，迄篇本来做新妇仔的红绣球，伫阿母拄流去迄几工，嘛对咧强强要花去，害我起着惊。逐工照起工用洗米水甲压，久久啊，落一点点仔肥，就安尼，伊就随生炭甲应该是王啦，王，应该是王，即个应该是 ONG， 我无去查过，我毋知应该是 ONG。有一工早起，我甲因咧相上的时，哪听着阿母甲我讲，戆查某囝，人讲无鱼虾嘛好，走种的滋味嘛有走种的香，咱爱会晓欣赏甲接纳。做人毋通伤直觉，爱放下路，才会愈行愈快，愈看愈远。毋望你的人生会当甲红绣球共款，愈开愈圆满。即时阵，我才知影，原来阿母拢有照品照行。虽讲无阿母摆的肉粽通好食，毋过窗仔外的红绣球大开的时，就是阮相逢的时阵。好，真好，感谢。我著讲社会组的文章真正会有一寡字吼，较怎样讲？真正若含井，啊无就是敢会使讲圆圆，就是可要讲迄个啥？即段王伊是 ONG， 啊，当然咱大部分的看法，可能就讲足王的是 OM， 对无？迄个高雄有一个地区吼做武林嘛，武林迄个武啊，现主时可能7、80岁以上的人，有的人的名有一个王字。啊，当然，可比迄个唱歌的，袂使去7、80岁，伊敢若可能嘛60几岁吧。李无三晓，李无山啊，李无山应该是山，所以人名甲迄是有争差嘛。啊，即马即个是王 ONG 第7条呢。然后，迄个做人毋通伤直觉，就是讲即种字真正嘛是不离啊深啊，有当阵啊。毋捌读念过时，有一个小小的美感，啊，毋过好啦，即个小小的美感，虽讲无一定100%准，啊，毋过伊嘛是会使安尼摇就对，安怎摇？你著去掠讲执行的证嘛，吼，执行的证嘛，啊，闭决的决嘛，啊，所以就执决安尼用即招。当然，安尼咧摇的时阵，伊甲迄个啥，咱伫学中文中语看到袂晓读的字，有当中老师捌讲过，什么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迄种讲法，迄嘛敢若差不多会使摇到一半的机会吧。啊，毋过因为中文中语迄拢经过1910年代、20年代迄阵的大调整，也是安怎样？有不了侪字音，其实拢走去啊。啊，毋过迄是中语中文，我也无才调啊。所以对咱的台语来讲，一寡字
当然真正你完全毋捌看过，佫敢若高高直直安尼，真正无法度，迄真正倒。啊，若像即种，每一字你拢捌看过，只是倒起来你毋捌看过的时阵，可能就用迄种词去甲伊推排出来，大概是安尼。目前到底呐，即决即个词，伊敢若受读音，伊无受讲这啥物意思。毋过伊囥伫咧迄个啥，即硬即个词的近义词，因为即个即决即个近义词有固执、硬片、即死决，对无？即死决甲即决，你甲伊当作算即死决，然后即撇、即决有一个即决，啊掠死决，所以你若有看过几解啊了后，大概会使猜想讲大概是啥物意思。目前即决到底是无下骹无画顺，无法度点入去讲这是啥物意思。啊头前三个固执、硬片、即死决，伊是拢有画顺。迄顶个啥？电脑还是网页，还是 browser 中文讲浏览器，伊讲迄个做啥？超连结超连结安尼。所以即死决是讲固执守旧，一意孤行，不知变通。所以死迄字，只是一个强调词尔。所以即摆文章伊是写讲即决嘛，所以伊嘛甲伊伫迄个啥，对遮讲的迄个正的当作是近义词来认捌就对啊。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因为我就讲社会组的文章真正是有诶会较歹读啊。然后这篇我毋知各位朋友即种57个肉粽，或者是秀球花开的时间，伊听来看起来就是拄啊对档嘛。当然这位作者伊是咧写讲伊若母走听起来安尼可能20年可能20几年前就是听起来看起来就是嫁出啦嘛。嫁出了后就是阿母听查某囝拢会嫁嘛。不过当然过往去就无嘛。所以就一直咧写人即个阿母牌的肉粽安尼。然后伊就想着讲，虽讲无肉粽通食，也毋过有迄个绣球花变开的时阵，就知通看嘛，诚做一种少年的记号嘛。因为当阵个人事农工商的时阵也袂记一肉粽无寄来嘛袂记一毋过花若一会开，迄个思念可能就走出来。所以等于是这位作者甲因阿母嘛是有一个约束，对。过去是用肉粽，当然共差不多听起来看，可能共迄个时间点去搭遐吧，也是直接用讲的，讲迄个绣球花是本来嘛，所以本来就等于是会有即种变开，你就去想着，即本花是安怎来？阿母寄来，阿母啥，所以就去少年嘛呢。只是就敢伊第二段所讲的嘛，第几段？第4段嘛。迄款毋知通好报销的时间咱人敢若真正是1/3以上，还是超过一半拢是安尼。就是讲，这是啥？台语嘛有一句话安尼讲嘛，新的无来，毋知旧的好嘛。你若拢伫手头，拢伫身边的时阵，你毋知通报销。等到无伫身躯边，甚至亲像这位作者安尼，伊讲伊阿母走我无通迄种诶，那么煞雄地角着我无粽通食，因为等于是因阿母带伊嘛。带伊强在，这听起来看起来就是已经算尾期，还是末期，还是反正就是等于是听起来看起来就是人生的最后一站嘛。最后一站就是差不多知影意思嘛。毋知要安怎安尼所以等于是伊的题目是叫做我甲阿母的约束。
然后最后的收尾就是讲，才知影原来阿母拢有照聘照件，就是互伊有即个啥，伊讲的嘛，愈开愈圆满嘛。啊，所以虽讲无粽通食，也毋过花若开，等于是伊伫心肝底笑脸嘛。最近我毋知各位朋友捌听着过无？就讲，若准讲某物人，当然人总是会过用嘛，总有一天会过用。啊，迄个人伫即个人世间，若准讲无人佫会记得伊，安尼伊就真正消亡，甚至就是死去啊，无人笑脸嘛。啊，若准讲有人笑脸，所以这嘛是传统上就是为虾米爱去陪墓，爱去做清明即个意思嘛。有祖先才有咱嘛，对无？老爸老母、阿公阿嬷有遮个过去，毋知几世，毋知偌久长的累积，一代传一代，才有现主时咱通出现嘛。那咱进前的中国凊彩认来一个人。发生什么代志？用迄什么 time machine 时空机器去看，中国若发生一个什么代志，咱就不存在啊。所以这嘛等于是啥？社会组的文章用这种较铁读性，敢会啥安尼讲？就是无像进前你若捌读过什么国小、国中，甚至高中这种学生阶级的、学生阶层的文章的时阵。就拢足具体，袂有遮尔深的意思。你讲，互你有去思考过无？可能若有去思考过，我都理解无，而且是从来毋捌思考过啊。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简单4段啦，啊，只是内底嘛是有一寡字词，啥物爱嘛，啥物姑姑啊。一点点啊，即种伫文章内底出现的，伊就会做迄种台语气，啊嘛，迄个情感上的表达，我感觉有甲迄个写出来，会较接近台湾人伫讲话，也是伫表达的情感。中文可能我中文无遐好吧，中文袂用嘛，因为中文的迄个。台语到底有14种用法嘛？当然，迄14种用法范式嘛有会使对应着中文安怎讲。啊，毋过中文的即种表达法，敢若无啥相款，所以我毋知各位朋友敢是我都理解、了解、接受。中文甲台文就是有足大的真差啊！迄毋是讲啥物，因淡仔咧讲啥物台语文是汉语文的一个部分，也是一个分类，也是啥嘿？迄当然是政治上的表达法嘛。啊，毋过当咱读愈来愈侪文章的时阵，你就使知觉着，迄其实真差是足大的啊。因淡仔咧黑白讲的迄，后来因为淡仔讲东讲西，我会感觉囥喺边仔无需要插伊啊。因为你插伊，你是无使时间，无使性命尔。我是安尼想啦，讲参考。好，安尼，敢有人要自头读到尾一个，还是要两段读安尼？有，敢有我有邀请即个林克莱尔，看你要起来读一个无？嘿。安心自在，然后方便就起来做伙读，讲连嘴配。啊是拄则是迄个啥？我若是读第3段。我是讲，若无人要读，会当互我都试一个，无问题。头读到尾无 ？OK， 好来，互你先读，自头读到尾。来 ，Carol 读。我甲阿母为足爽，心盈盈。今年窗仔外红秀球又搁准时来报道啊！用14个类的日前大声话，用你这教路。以上用青春的活力，向性命演奏。红弟弟的爱文加几子弹，装他甲水当当。
豆阿母甲我约束的肉粽已经寄20年啊，煞拢无一摆寄到位，害我逐年都笑脸甲做心八百，目屎甲目镜。我爱食的红秀球，因为因是阿母在生的时，本来互我做新妇仔的，人阮有约束。便若秀球开火的时，阿母摆的肉粽，免偌久就水寄到位，互我若欣赏秀球，若享受阿母的爱，真正是幸福无得比。迄款毋知通好保烧的时间，伫枕头仔芳咧，消息真紧，一直到阿母住院迄年，我伫徛家公司甲病院中间走总，煞雄雄伫甲着。虽讲今年红秀球共款开甲红杠杠，毋过若像无肉粽通好食，要安怎？以早紧啊，50岁要拔粽的时，爬红葱头是我的专门科。毋过总的炒煮米、庆芳，我拢毋捌拔过。尤其是拔粽的时，我的双手永远都舞无落来。免偌久就互阿母验定地，互伊为灶骹赶出来啊。阿母过往了后，头一冬的50岁。看到路边菜南部粽的空榜，我煞目屎四淋水，毋知要去倒位找找阿母的爱，敢若会当去菜市仔买气味走精的肉粽，转来桂林。迄款心肝亲像着插头的感觉，互我心酸无地透。阿母，你哪会甘咧，互我敢若存空忍，甲无限的笑脸尔尔？讲嘛奇怪，迄盆本来做新妇仔的红秀球，伫阿母拄流涕迄几冬，嘛缀咧重重要花去，害我起着惊，逐工照天工用洗米水甲压。久久啊落一点仔肥，就安尼一随生炭甲汪汪汪。有一工早起，我甲因咧相像的时，若听着阿母甲我讲，戆查某囝，人讲无鱼虾嘛好，走精的滋味嘛有走精的芳，咱爱会晓欣赏甲接纳，做人毋通伤执着，爱放下，路才会愈行愈看，愈看愈远。盼望你的人生会当甲红秀球共款，愈开愈圆满。这时阵，我才知影，原来阿母拢有照品照行。虽讲无阿母摆的肉粽通好食。毋过，头仔乖的红秀球大开的时，就是阮上红的时阵。好，感谢，读得真好。有一个所在，正手边顶悬第一纸嘛，伊有一个感还是甲嘛吼，迄是 end 嘛，所以应该就是空言甲无限的笑脸，所以。可能这嘛是迄个啥，清华教授讲迄个变调变改概念，即个算连接词嘛，空言甲无限的笑脸嘛，所以言就免变调，直接免变调啦。所以人听来看起来，除了言头言什么下，即个言才会变调以外，伊若伫词的后壁，佮讲顶一也有一个过言嘛。后壁就句号啊嘛，伫遮伊是空言甲无限的笑脸，即个言嘛免变调嘛。有啥物时阵也是啥物情景的事，伊爱变调。
就讲伊是一个词的事啦，烟头嘛吼，烟薰、烟酒、烟啥，当然爱变调嘛。我真想无其他即种组合的，所以大概是安尼。好，毋知咱台内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我就讲真正社会组的即个的词，真正足迄个啥，足有是我也看无这文章后壁要表达的呢。譬如讲，毋过窗咧外红秀球大几个时，就是阮相逢的时阵，伊免怎甲因阿母相逢咧？笑脸啊，就是伊笑脸啊。所以我拄仔讲就是讲，伊若达不时，也是拄着啊，也是有当时啊，去想到因阿母就伫伊的心肝底存活，甚至加想规工啊，凡是困去的时阵，嘛会做面梦啊。所以当然，即个相逢毋是面对面迄种相逢啦，因为有当阵啊，就敢若伊感觉因阿母也咧甲讲嘛，对无？那听着阿母甲我讲，无啊，因阿母也无出声啊，要安怎出声就无去啊，要安怎出声嘛毋是伫伊的脑海中讲一句话互伊听，无啊，迄可能是一个意念嘛，讲查某囝，人讲无鱼虾嘛好，对无？就是伊会去想着嘛。所以，伊即个想着的动作，或者是想着的意义，就是相逢的时阵啊。可能一年通天，反正嘛，敢若即个时间点，就是527的即个时间点嘛。有绣球花，进前是有阿母摆的肉粽嘛，对无？阿母摆肉粽互伊食嘛，阿母摆的肉粽嘛。即马无啊嘛。毋过虽讲无粽通食，毋过伊就是有绣球花嘛，是讲阿母在生的时。本来互伊做新妇仔嘛，因为有当阵啊，我毋知各位朋友敢捌听到过，还是捌拄到过，或者是有即种经验，还是曾经有啥物人做过啥物动作，就是可能嫁娶也好，搬徙厝也好，就是某物人会送你一盆，还是送你，就讲即种食物类的嘛。树啊啦，也是这是花嘛。即种绣球花，伊是会一直安怎讲？你若好好啊顾凡事，会使活了比咱人搁较久。虽讲伊毋是做木本的，可讲阮兜有迄个啥含笑花香嘛，七里香。迄七里香就是，敢若阮阿公咧旧厝尾啊，反正阮兜搁尾后搁订婚的时阵，阮就伫厝楼尾顶栽一丛啊，就是伫阮阿公因兜算，迄敢算婚礼，也是因为迄规排嘛，就乌一丛安尼，所以足久啊，乌两丛。所以即种食物咧，生命其实你若好好啊顾，伊是会使传咧几落代所以我看到的感觉就是讲，题目是我甲阿母的约束。结果是，我才知影原来阿母拢有照聘照嫁，其实是活伫伊的心目中啦，我是安尼理解啦。可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啥问题吼？嘿，请讲。伊讲本来做新妇仔的，红秀球本来做新妇仔，这什么意思？就是互伊做伴是做啥的吧？咱一般讲新妇啊，是在过去的讲法，就是迄个囡仔，尤其是查囡仔，原底家庭饲袂起，归去量早送人，反正到一个岁数的时阵，逐不时就去互问嘛。伫顶世纪讲恁祖囝做人的，恁祖囝做人的，就是敢有人来讲亲情是啥嘛？即世纪可能较袂啊啦，顶世纪就是一直认为讲妇人人就一定爱嫁，嫁无好就歹命，量早嫁较好命安尼。迄个新妇就是有可能7、8岁就互邀去啊，就讲佫饲落去，对原底家庭经济就无讲介好，佫会甲伊
7、8个饲咧几十年，至少7、8年，啊，这7、8年所开的精神、金钱啥，拢袂输那落去拖马底，完全无回收、无回报的。啊，倒不如若有人要爱，甚至死价去问，互做新妇仔去。啊，毋过伊即摆即个是改算人生的艺术啦。讲本来互我做新妇仔，等于是，我的理解是伊甲即个绣球花请做，因阿母也分互伊的，可能是因阿母的遐个厝原底有种的吧。我毋知各位朋友捌去过，迄个阳明山即摆迄个竹仔湖遐，应该是即个时间点还佫有咧开吧，有无？因为当我印象中，伊是毋是1年2届，我袂记起啦。伊讲的，即个作者讲的是讲5日节的时嘛。啊，我会记伊迄个即种花期，敢若有头尾反射几个日咯。啊，若几个日5日节到呾差不多算2礼拜吧，今仔日当时，所以应该还佫有。啊，当然，除了阳明山的竹仔湖以外，别所在佫有啊无我毋知影，因为我去看这篇文章的第2章嘛，伊讲基弦嘛，基弦这个讲法，我拄仔看到底是讲是什么三峡偏山腔的讲法，敢若其他的所在无。啊，所以反正这个人是北部的嘛，无的确。啊，若北部的有可能像阳明山遐，迄个绣球花开的时间点嘛，差不多拄啊1个日，差不多是安尼。我的理解是安尼啦，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伊这篇文章有出现2个，就是无底比无底透嘛。啊，这是台语不离啊，安怎讲，才会用到的嘛。无底安怎嘛？啊，后壁就看你去安怎铺排，是安怎使用。无底米，无底买，无底啥，就看你安怎运用啊。啊，所以这个词我就讲，迄个啥。社会组文章真正就是较有难度安尼。好，安尼咱先来读后一篇。这个克莱尔你若有兴趣啦吼，那拄合会拄好，时间会拄好啦。啊，有兴趣要起来甲大家做伙读，真欢迎。无要紧，反正安心自在。你要读的，你遐你家己读念也是会使啦。我就讲社会组，我敢若无找到啥物所在会有教声运动。我毋知你确定有看无？因为若准讲是迄个啥，高中、国中、国小这个文章啊，敢若着出版社因会开钱请其他的老师去念这个文章。啊，当然遐声只是一个参考啦，因为着讲嘛，有当阵啊，一寡地方的腔口差的时阵。迄个变调会有无共款，啊，一旦所以为什么教育部无要提供声音档嘛是即个原因，因为目前教育部这个字，伊嘛敢若讲迄是建议用字，伊毋敢讲是标准用字啊，因为目前为止就是敢若泉州腔、漳州腔即个部分，伊就无好处理啊，何况讲可能佫有其他的腔口，啊，遐腔口就讲嘛，敢若基弦吼。迄个名，迄个物件，单头单尾可能有7种讲法啦，啊是要安怎统一啦？统一是要照你来照我的，根本无法度啊！啊，所以目前为止，教育部伊敢若敢讲是建议的用字啊。社会组的文章，莫讲社会组，遐个高中以下的文章嘛是相款啊。准讲是有出版社邀请一寡较专业的老师，或者是真专业的老师，因为会互因邀请去的，大部分拢已经通过教育部C2专业级的认证，所以因来读了绝对是无问题。啊，当然会有一寡腔口的问题，可比讲我捌听过讲宜兰地区咯，啊，阮遮讲的台语就毋是安尼生啊，学校煞拢安尼教，这有当阵是牵涉到迄个老师伫迄所在，伊敢有去体会到，或者是有去掌握到，或者是有材料分别讲啊。宜兰地区这个腔口可能有在地特色，老师伫遐教可能爱顾虑到在地迄个腔口，鹿港这嘛是相款嘛。
啊，你啊其他的所在，就无一定有遐尼要义啊。好，安尼，咱是毋是来读后一篇第10篇？阿母的三支刀，伊即篇可能字数较济一寡，甚至段落嘛较济，伊家分做8趴，啊，所以可能若袂徛安尼，咱大家顶是就差不多讲谈2段啦，吼，反正大细段就暂时按下无要紧啦，吼，就讲谈2段，我先谈2段，然后才Sunny、Carol 甲 Una 呢。好来，114年度社会组的朗读稿第10篇，阿母的三支刀，热行梨。5日节接过，天气正经一天比一天较热。头壳叶仔的毛水，若伤长去冚着目睭，会互人感觉搁较赤热。即个时阵，就会想要转去找阿母加头毛，顺续甲阿母开讲啉咖啡。阿母细汉的时阵，外公伫电力公司上班，领公家薪水，住公家宿舍。伫迄个食番薯签较济过白米的天年，阮阿母逐顿着白米饭通食。阿母真好嫌番薯签到底是啥物滋味。有一摆，阁摕白饭去甲人换番薯签，有影时会晓算，袂晓除，吊米换番薯。我的腔是安尼啦，若种我你的腔到是会晓算，袂晓除，还着吊米换番薯。啊，我的腔是除甲辞安尼。好来，3条你。迄款好日子，伫阿母国校要毕业的时阵，就变无共啊。外公做工课去互高压电着，人是救转来，搁煞中党兄，这是党兄。党兄带伊半年拢无法度做事。当年老阿母考调初中煞无钱通注册，外妈高不离中甲阿母带去电头毛店学师仔，希望阿母出师了后会当斗请小妹。搁一段。我来一段。3年4个月的师仔工，阿母对饼走。洗面巾，洗头做起，好佳在伊目色巧，搁骨力练，真无简单，才有才调下应该是下的下钢铁下的，嘿，就下一阵，较有才调下刀、剃头刀、甲夹刀，一个出师道。真做人客会来指定的烦恼。好，感谢啊。好，Carol 你谈2段。以后，阮阿爸了后，阿母就伫厝里开业。当天啊，来加头毛，阿母会先用姜买热好热，这是热啊。歹势看毋着，阿母会先用姜买落仔爆水，甲人摕头毛放互淡，有影将落仔热顺，才用头毛剪加大概的长度，搁用下刀甲形写出来。若是要加足短的头毛形，边加暗光。后壁的幼毛就爱用着剃头刀，也是头毛撸仔，甲毛较互清气。虽讲阿母即间店细间仔，煞毋若厝边的爸爸桑，阿婆会来电头毛、染头毛，连隔壁阿姨、阿姊嘛常常来洗头兼开讲。互阮兜袂输社区情报的公办中心，定定闹热滚滚。好，感谢啊。有哪，互你尾2段读完。好，人讲家己栽一丛，较赢看别人。阿母靠即3支刀，甲小妹请假高商毕业，
嘛甲阮三姊仔弟仔请甲大学毕业，阿母阁会当诚做汤箍，甲厝内大细箍做伙，厝里的孙仔辈拄着啊，会讲要去阿嬷遐家头问，嘴里讲是家头问，其实是找机会转去甲阿嬷师奶讲心事。阿母嘛真欢喜，不三时有囝孙仔转来，甲伊天汤汤，伊的腔口甲咱无共款，应该是听吧，毋是听。天汤汤，摸破豆，佮互伊加一撮仔毛线，收一点仔毛骹，就准讲，即马阿母有血啊，伊的三支刀一点仔都无断去哦。好，以上就是即个阿母的三支刀，所以即个敢是福州人啊？我毋知，因为在过去拢会。拢是叮叮当当，我听广播电台拢叮叮。我是自细汉拢讲叮叮当当啊，所以伫迄个叮叮当当等于是语声词嘛。啊，当然就是伊即马可能是因的腔口是听听汤汤啦，因为拢是第一条嘛。啊，我就讲我自细汉拢是叮叮当当，所以精彩是啥？伊声是有送气，听听汤汤。啊，我自细汉听就是无送气的叮叮当当。啊，翻译就是。即种语声词当做敢若伫开讲嘛，因为讲甲伊听听汤汤摸破豆嘛，因为破豆一般就是伫开讲、伫话先、伫甚至啥搭喙鼓安尼，啊，反正就是摸开讲就对了。啊，搁来就是有一个词啊，拄着啊啦，若准讲你读拄着啊，迄就会变成讲含棍生流才是拄着啊。啊，所以即个遮伊就讲嘛，字伫台语内底算足多元，甚至足复杂的啊，所以即个词拄着啊，我嘛是学台语才会晓，才听到的。拄着啊！哦，拄着，还是拄着啊？洪秀老师的声是拄着啊。我听一解哦。拄着啊！拄着啊！我是我家己谈着去。我拢当做拄着啊，伊就是偶尔的意思啊，伊是偶尔的意思啦。啊，当然目前教典内底，伊收的遮的较晚意思的，有当时啊，三时有阵，有时阵，有时啊，憨憨啊，有时有阵，久久啊。所以拄则顶一篇，敢若有一个久久啊，对无？顶一篇伫迄个上尾段迄个第三段嘛，久久啊。落一点点仔肥嘛，落一点点仔肥，就是落肥嘛。啊，当然迄个肥，我咧猜想，有可能化学肥吧，大概袂是大肥啦。若是大肥，可能用压的啦。尤其你市内，你要倒生大肥来压啊，对无？所以讲啊，伊用洗米水甲压嘛，洗米水嘛将做肥嘛，啊是讲水较有养分的，所以用洗米水甲压，啊久久啊。落一点点仔肥嘛，所以嘛久久啊嘛，啊所以甲进即个叫做拄着啊，拄着啊，拄只王雄老师的声是拄着啊，所以我就讲真正迄个社会组拄着啊，拄着啊，社会组的文章真正就是会较侪字词是有困难的所在安尼。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因为教典就讲，正如阮老师有咧讲，你若拍算要加考着教育部专业级，安尼可能你爱甲教典的资料读3届，抑过读的速度若无够紧吼，迄个资料愈来愈侪，可能莫讲3届啦，起码要读1届，可能嘛爱袂少时间啊你，毕竟目前大部分的人对无，个人事农工商，毋是因伫厝里无代志，等咧念读书典啊，无可能的啊。所以当然考试可能真迄是其中一个算二流票是安怎？因为
若总讲你拍算要咧学考驾册是美土中高级就会使啊，无需要变较专业级啊。啊，当然要验证还是要考验家己的台语能力，即个代志是原仔嘛会使试看卖安尼啦。好，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然后即个，因为听起来看起来，因阿母啊，初中爱用考的，安尼表示可能是1956年进前后，因为台湾即个教育体制就是一开始当然是国小，然后初中，尾初中变成义务教育的时阵，就是国民中学嘛。毋过一直到当嘛是有一寡人，伊会甲迄个国民中学讲做初中。毋过迄敢若顶世纪，敢若是我看咩啊我用算的1950年的人不止，可能1956年出世的人，伊去读国中是头一届。1955年可能就是爱考，当然详细我袂记记啦，反正差不多是即个时间点啦。所以1956年出世的人，伊等到要读国中的时阵，就是差不多1967年左右啊。所以1967年进前就是迄个初中是爱用考的。当然即马现主是即个时间点，进前是干咩？9年一贯吼，9年一贯嘛。我是习惯读文音啦，9年一贯。即马是叫做啥物？12年国教，就是你上无爱读到高中。当然你打算要去读，或做啥技术性的高中，或者咱过去可能尤其顶世纪可能讲做高职，还是读普通高中，打算要搁读大学迄种。毋过我袂记叫做啥物会，反正一条做技术性的高中，甲另外一个，敢是一般型，我毋知影，真歹势。反正真就是叫做12年国教啦。当然即马上面小资化，搁上面就是大学即马几间啊？100，应该搁有140-150间吧。进前上侪敢160几间晓，就是讲，迄阵算出来是，台湾平均20万人就有一间大学安尼。所以迄时阵2300几万的时阵，我会记敢165间啊偌济，我印象中。当然，即几年啊，大学收起来，甚至一寡或者专科学校嘛去申请做大学嘛，即是讲伊为专科变做科技大学嘛。单头单尾嘛，足侪间科技大学嘛。毋过，迄个科技大学敢若，当然小资也是足大的影响无毋对。毋过，是毋是学校伫咧不管是抢学生还是安怎？变成行一个偏去了，伊学生的数量怎啊减去，还是安怎？反正我印象中，过去这10年、20年，尤其这10年，敢若北中南拢至少有听到的，可能3-5间大学就收起来啊，所以可能仅剩750几间吧。详细我袂记记啦，所以变成讲去读册，其实一个目的。应该是讲，看是上无学着一把功夫，或者是你知捌你家己，认捌你家己，互你家己决定未来要做啥嘛。若准讲你无想要接受世大人的安排嘛，因为即马2026年啊，可能应该无遐严重，讲可能一半遐家长嘛是会啦，就讲叫伊囡仔一定爱安怎，还是一定袂使安怎嘛。毋过即马大部分敢拢是反正囡仔兴做啥、爱做啥、要做啥，就去做啊。只要莫去杀人放火做歹代就好啊。其他哪有啥物要紧？尤其即几年嘛有听到迄啥物，伫学校教册老师竟然去互家长讲啥？家长已经帮囡仔
传好个啥？大家人都已经有偌侪被动收入啊，只要莫变歹去就好啊。所以就要求老师讲，莫要变歹去，成绩无要紧，因为已经免烦恼食穿啊。有即种诶，所以真正是人比人气死人安尼。或者是讲每一个苗本来就无相款啊，无需要去怨叹去计较安尼啦。转来即篇文章，伊就咧讲因阿母啊，用即3支刀甲因规家口啊，因才正地啊，请到大学毕业安尼，嘛是真拼势安尼。好，我毋知咱台顶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即内底可能你会使去找看卖啊，就讲第一你先去找教部的R字嘛，就讲迄个R字伊有14种用法，然后即2篇文章，因为R字伫台语内底真正不管是文章还是口语上，拢是逐步是会去讲到的。逐步是会去讲到的时阵，我就讲你会使互你家己有一种算讲啥训练。也是当做语言的学习，因为咱伫咧学英语、日语嘛，差不多会学安尼，就讲你学到，也是听到一种理路，也是规则的时阵，你就去甲遐个规则加列几落个字词出来，互你家己有即种语感。台语即个字可能嘛会使安尼来用。伊即篇文章内底有几落迄种伫咧学习的时阵，阮过去咧学习的时阵，就是迄个啥，搁要讲诶，正手边顶悬迄个第2纸嘛，头毛女啊嘛，伫咧女头毛诶啊，就是女啊，就是属于啥，动词加变名词诶啊。所以即篇文章其实我无去甲算啦，毋过就是有看到，至少是毋是3、5个啊，对无？女啊是一个嘛，热啊嘛是啊，热头毛嘛，煎啊嘛，煎物件嘛，搁啥？对，这是动词加变名词的啊。当然，其他什物一点啊，这个当然是一个算啥？形容词加变复数，敢若是安尼。搁啥？所以我就讲，你先去看教育部迄个R字，伊的14种用法。当然伊点入去，原来嘛有例，伊即14种用法，伊阁有举例，所以举例了，你家己就去找一寡，你伫文章你伫倒看到的，甚至互你家己去迄个啥归纳，你就使针对即个R字有较深的认捌安尼。因为到目前为止。阮伫一寡台语群组啊，就是有一寡人，伊可能过去也曾经捌听到过，就是讲迄个R字有一个基词轻视的用法，莫用。我就讲你若写作甲口语莫用R字，可能你有1/10的时间，你会怎变 A 高，你就讲袂出来，你也无用R。确实有一寡是是轻视无毋对，对无？酷啊猛死啊！迄就是伊无法度对安怎，只要摕伊个名来警惕来开玩笑呢。酷啊猛死，你敢出来？基词轻视甲小情绪佫无相款。在过去有种菜式是中文说啥莴苣台语是，我会记阮自细拢听到什物咩仔菜哪会知后壁竟然踏一字大了，我就为啥会加一字？即个字我就毋知什物原因。当然讲久就到地，不了侪人卖菜式嘛安尼接受。当然最近即几年我有看到有人讲，是毋是莫阁继续用迄个敢若听起来咧歧视的？因为自顶世纪末期吧。两岸开始通婚了，一寡人对面过来，伊就互看破口手，讲迄敢若是有一寡目的的。有一寡目的就开始用一寡无好听的话，无好听的话就是变成
什么系什么对吧？迄可能你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爱使听3、5个，真正是歧视，迄就毋通用。毋过有一寡小情绪，你讲土地公庙甲土地公庙啊，迄是听起来，若准讲你知，迄就是大细间的真差嘛。较大间的土地公庙啊，较细间的，甚至人无倒入去的，就是正土地公啊，还是土地公庙啊，还是土地公庙啊，迄拢有可能啊。迄可能就是大细间的真差，迄是小情绪啊。贼甲贼啊，迄嘛是两个完全无共的身份，还是两个无共的迄个啥？盗贼，因为贼是劫的，直接甲你抢，甲你种做贼。贼啊是趁你无注意的时阵，甲你的物件抢走，迄才是贼啊。所以贼甲贼啊，迄个就是属于小情绪，对无？姨甲姨啊。迄个嘛是小情绪，迄毋是歧视，迄毋是歧视。所以有一寡人，伊可能啥物时阵去用讲着讲有歧视，怎无去比较着讲伊头啊，甲伊头啊，迄是有伊头甲伊头还是无共款的，可能伊大细只是无共款的，甚至用伫咧称呼顶悬，姨甲姨迄个无共款啊。一个是小亲，一个是亲戚亲，对无？阿嬷咧叫阿孙啊，迄个是亲戚的，亲戚的口气啊。阿明啊，迄个是亲戚的口气，那是啥物歧视，还是屁相？毋是啊。所以伫台语内底真正是不哩啊复杂的，这是你无一定会去随去注意到，最后。有一个是啥爸的干亲350，你讲紧的时阵，你就讲会出来35啊。35，你讲紧的，你会讲35。当然，目前我会去教育部，伊敢若收爸即个35、350、35安尼，伊敢若无收迄个。35的35，当然35迄个35，有人是讲迄是属于算新男音啦，要家直接当作敢若有人有无共的意见啦。只是至少目前就是几百偌侪，35、48、79，迄个就是100 PAH 了，是毋100？是毋 PH？ 我袂记啦，嘛是省略去啊。所以伫台语内底算。不哩接用的，你若法度掌握，其实对你的台语能力嘛是有相当的迄个啥，帮助。我是安尼想。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真正再一次感受到迄个社会组的文章，真正较有难度。好，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咧读的即个朗读稿114年度的朗读稿，就暂时先读到这。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哪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啦吼。安尼今日读到这，感谢，谢谢，拜拜，再会。